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初7，旧历的2月初1，礼拜4。新闻的头一条：高雄一个男子危害乡里，前科累累。去年底出狱了后，先去找迄种女店员家己咧顾店的店家，抓倒共恐吓，说来抓捕头到庙时共讲破头壳。参人咧公园咧开讲，伊嘛抓倒去共抬。在地人无过一天安心的日子。100外间的店家来联署，请求着司法机关唔通阁甲人放出来。但是检察官也是无申请收押，敢若限制自己都甲放出来了。结果伊一行出地检署，马上阁随抓刀虐杀2个民众，当地居民是有够气愤。这位伫吊鞋场手拿菜刀对杀民众的单身男子，伊就是警方头疼的分子。因为有几啊届拢伤害人，若是里面伫公园咧开讲，就常常被对杀，也阁有民众互伊举杠腿啊对头甲撞落去。记者嘛找到受害人，一想到也阁感觉真惊。伫大庙遐，我唱讲，伊举刀啊，我恐吓，了后一道直接在，伊讲我迄个朋友借床咧来啊，咧开。单身嫌犯日前，佮因为犯窃盗案被警方逮捕。2个里面串联上百间的店家，写联署书向检方陈情，希望将人关起来。把他移送到地检署，然后多次地检署都把他释回或者交保回来，多次的骚扰，造成我们镇北里民的困扰。结果嫌犯一放出来，又佮举刀对杀2位民众的案件，和当地居民拢真愤怒不满，检方出面解说。检察官讯问以后啊，考量被告窃取的东西啊是这个安全帽跟帽子等物啊，价值不是非常高，而且有呈报居所，所以检察官特别告诫被告下次再犯的话，一定会申请羁押。检方强调，嫌犯再度犯案了后，已经将伊移送声押，但是对居民来讲，那是较早甲人关起来咧，大家的日子就免过甲遐尼惊吓。